鄧之禮、江希婷、黃元林、Elisa、歐樂希、張樂如、郭一生、鄭君賢、何一凡、蔡天立、黎子源、鄧海紅、黎明星。男女班切特、屈月成、李佑果。有請社會工作局兒童及青少年服務處劉潔業處長頒發祝福證書，請明空班男女班班主任李家丹幼兒領取祝福證書。唔該，劉處長，先請返回座位就座。現在凌空班男女班小朋友與各位嘉賓一同拍照留念，留住美麗嘅一刻。我哋再次以熱烈嘅掌聲祝福我哋嘅小朋友。今日嘅主角係我哋嘅孩子，佢哋即將要離開托兒所，步入更寬廣嘅天地。成長意味住更多嘅責任，亦承載住更多嘅夢想同希望。喺陪伴孩子嘅過程中，比起豐富嘅物質生活，父母